大家好，我係3人班嘅于靜海同學。今日我介紹嘅自學活動係同我近排有嘅設計比賽有關嘅。咁平時星期六我就有一個 STEAM 嘅課外活動班，近排就有一個設計比賽，就要我拍片介紹我自己設計嘅機械人。本身呢，我就好怕醜，又驚冇乜設計嘅靈感。咁喺爸爸媽媽嘅鼓勵之下，我就勇於嘗試參加呢個比賽。咁老師就會引導我，俾少少意見我，最後我就砌咗一架車出嚟。希望未來嗰時可以俾人喺短時間內巡遊世界，甚至環繞地球一圈。之後其實我就發現設計都好有趣嘅喎。你可以天馬行空咁樣去諗一啲嘢，整啲嘢出嚟。同埋我發現拍片都唔使好怕醜嘅，你只要練習幾次就可以講嘢介紹得好通順㗎喇。咁我依家就簡單介紹咗我設計圖，我嘅車係有啲咩部位啦。咁由於我拆咗架車要繼續上堂，所以我就拎咗張藍圖出嚟。咁呢度就有道防護門，有一個觀光台，後邊有2個螺旋槳，跟住上面就有塊鏡同埋個司機位。除咗個藍圖之外，我呢度仲有6頁嘅 PowerPoint， 而我就將6頁變成3頁。希望大家都可以好似我咁樣，勇於嘗試克服困難。多謝大家。